乡亲啊，国军汉光演习今仔日正式来登场。这届演练的重点是实战化、无剧本，要让演习更加踏进到实地战争。专家讲，安尼是正确的，讲国军袂使搁演咯，一定要确实来做好着战争的准备。 手举国旗，热情替国军来赞声。汉光40号演习的头一天，早起8点外，国军第4作战区就出动 CM11的战车、CM32、CM34装步战斗车，前往屏东机场来执行双臂部队的应援甲重要目标的防护任务。加油！支持你，支持你！阿兵哥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。 汉光演习是三军部队进行实兵实装演练，也是国军规模上大作战战处上悬的演练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国较宣示，今年是无剧本实战法来操演，是真考验官兵的反应能力。有没有剧本，这都是比较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。现在台海开战的危机非常巨大。 国军部队已经不能再演，不能再混了。国军一定要切实的练好部队，做好一切防卫的准备。专家解说讲，因讲的无剧本，唔是真正无，是有剧本，不过无讲透，更加重视制度上的革新甲训练。 14架幻象战机陆续为新竹的空军基地出发，飞往花莲的嘉山基地，场面是真惊人。国防部伫咧行山指挥所下命令，电工接报了后，要照基地档来进行战力的保存。不过国军伫咧操演的同时，中共的解放军嘛无咧用，同款是派兵侵扰台海的周围，拢总有12架飞行机、7架军舰。甲英国无同，根据官方释出的航迹图，中共甚至是透过一架无人机完整射台湾一轮，路线是真完整，罕咧看到拢无空隙。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用无人机去对抗无人机啊，所以其实面对不管是中国在汉光企业或其他成品企业，他们都会常态化的无人机侵扰台湾。其实我们中科院要加油。战场是千变万化，今年军方就讲要实战化，无剧本来做操演，那是考验着官兵执行任务的能力，嘛是彻底来展现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